之必要。如果没有圆满福慧二资粮，将无法获得具二清净之佛果。此外，二资粮尚未完全圆满之前，自相续中不可能生起无导空性实义。如经中说，乃至殊胜二字未圆满，而是不能证悟圣空性。又有当知圣意至生智，唯一机子尽障力，乃与智正师加持，以指他法成愚称。虽然已限量证悟了空性，但乃至未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还必须实修到日益增上，仍需要精进激励不慧二资粮。大瑜伽士毗罗巴尊者说，无子那罗巴子现元气身，未证无生意，莫理其二资。瑜伽士布瓦巴也曾在大果中说，虽知不惜世俗佛果大宝物，仍应尽力精细，不断积福资。吾等达婆仁波切也说，虽然机智进长本来清净，却应从细微资粮开始积累。所以佛陀以善巧方便与大悲宣说了不可思议积累资粮的方法，而其中最为殊胜的即是供曼达罗。如序部中于若与诸佛刹，无于3000界，张演妙功德，供养圆佛智。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都是说的是需要供曼他的这个用意然后简单的讲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在圆满福报的之前呢，就是没有办法证悟。那我们证悟空性也或者是说了知一些道理。那我们就是在所谓的证悟来说的，它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那么就是有不同的程度的。从最细微的这个了知了义来说的话，那么了悟来说的话，那么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信仰佛法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佛法是很殊胜我要去信仰，有这种的想法也是一种了悟那么在很多人来说呢，就连这种想法都没有。那从最浅最小的来说呢，那一个人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善与恶的分别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一天突然知道，或者是其他人听到的时候，他就自己就是得到一个感受说对修善比较好，不要不要造业，或者是如果是没有想到不要造业，但是也是想起修善比较好，做点好事很好，只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也是一种了悟，一种怎么说呢，开窍。那这个从小到大，那么就是大的来说的，就那就前面所讲的一样，能够可以了悟一切的道理，一切万物一切的法都是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没有那种怎么说呢，生或者是失，或者没有什么来与去等等的一切，都是以清净的一个本来的面目，又达到这样的证悟之间呢，就是有各种程度的不同的这种程度的了悟。那这些一切都是靠什么呢？靠怎么说呢？那个福报，靠智慧。那么所谓的这个能够可以了悟一切证悟的智慧来说呢，完全就是要靠福报。那福报呢，就是消除业障，能够可以在积极质量圆满福报才是会能够可以实现的。所以呢，就是有怎么说呢？福德质量跟智慧质量这两个质量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也是这个怎么说呢？修的过程当中，修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有大圆满法的潜心、五加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个供曼扎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是供养用供养来依靠供养来能够可以圆满福报的。那么最快速的方式、最接近的方式就是曼扎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最前面有就是说嘛，曼扎的供品是一定要一个非常亲近的东西，接近的那么就是最好的一个供品，相当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金银珠宝等等各种最亲近、最珍贵的东西，来作为那个供曼扎的。那现在来说了，那当然就是又说到珠宝的时候呢，很多人，那就现在呢就是要买各种水晶，这些是比较方便实际上都是很珍贵的东西，但是又价格这些方面来说又不是那么的贵，也不是那么的高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是呢，就是要根据自己的那种条件来可以调一些更好的供品是非常好的。那里面也是可以含一些黄金跟白银，还有那个怎么说呢，珊瑚那些来说的，那就比较珍贵嘛，所以就是更珍贵的东西。那么最珍贵的东西呢，就是有这些各种的这个珠宝，然后呢就是第二个也是各种药材，第三个来说的就各种粮食那么第四个，如果是这些都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那就是用石头跟沙子也可以允许的。但是呢，最主要呢就是能够可以积累质量的情况下，那现在的我们的怎么说呢，社会或者是经济的环境的这个条件来说那当然就是不可能会去供那个沙子跟石头的。那我们就可以在有很多那种金银珠宝，就相当就是各种水晶各种玛瑙各种这些各种各样的宝石里面，也是可以再含加一些名贵的那些药材相当比较好的那些都可以含一点，然后就是在清洗的过程当中也是里面也是可以怎么说呢，那个以藏红花水什么就是反正比较珍贵的都可以放在里面的话，都很好，非常好的。那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来说就是用粮食来供曼扎的情况下，那就不太适合的，因为就是本身就是潮湿热带的，那潮湿比较严重，所以呢就是有各种粮食在用起来的时候，那也是很容易长小虫什么等等的，那也当然就是本来的亲近的东西，又最后就变成不亲近都有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要用各种珠宝来供曼扎是最好的、最适合的。